家平安，大家晚安。在我们敬拜之前，先跟你旁边的说，今天看见你真好，跟他请安一下好吗？大家可以起立，找2个人跟他说，今天看见你真好。我们要在祷告当中，要了解神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让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让云彩波浪就平息。第2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开创手，我们就得饱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拍手，把荣耀、掌声要归给我们的神，因为神是行奇事的神。阿们，阿们。我们用祷告一起来经历神，因为神坐着为王，他满有怜悯和恩典，让我们能够投靠、保抱在神的荫下。主啊，谢谢你是我们的王，坐在宝座上来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呼求。主耶和华，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都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主耶和华，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都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空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都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手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我们来宣告，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空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空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我们举手来宣告，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空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是的，天父上帝，你坐着为王，你设立赞美为宝座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赞美与感谢的祷告。神是光，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性命的保障。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仍要欢喜数算神的恩典。不是等到仇敌溃败才赞美，而是先开口来赞美神，见证神的恩惠。我们一起同心来向神献上感谢与赞美。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光，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性命的保障。主啊，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要充满欢喜数算神的恩典，不是等到仇敌机会来赞美，而是先开口来赞美神。让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为我们行了奇妙的大事，你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我们虽然软弱，但你是刚强；我们虽然渺小，但是你的慈爱、你的公义直到永远。我们要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用颂赞的嘴唇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请坐。请坐。我们一起来为全球国家祷告。首先，我们为全球极端的气候、洪灾、炎热等情况祷告，求主引领我们知道如何修复、保护与珍惜神所造的环境，帮助各国领导者成为上帝的好管家。同时，也恳求神赦免我们人类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第二点，这是越来越严重的是为台湾家庭少子化祷告，求主恢复家庭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帮助政府以及教育部等相关的单位人员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在师资整合培训、教职员调整机制或是家庭资助等方案有良好的应对，让少子化带给家庭、社会、国家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求主祝福基督徒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祭坛，带下他的同在与能力，帮助父母透过真理培育孩子，成为敬畏神的一代。我们同心为全球的气候以及台湾的少子化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坐着为王，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国家的里面。主啊，虽然气候暖化、气候炎热，但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能够如何修复、保护神你所造的环境。为了少子化的每个家庭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的
是我们的避难所，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是给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吃的、喝的、用的，身心灵福杯满溢。主啊，请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爱惜，我们不会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环境，造成灾难。求主帮助我们懂得珍惜，帮助我们成为对大自然是个好管家。主啊，帮助我们记得用你的话语培育小孩，建立合神心意的生活。小孩能听从顺服父母，也能接受不反抗，做个顺服的孩子。帮助父母有从你来的聪明智慧，与小孩有好沟通的能力，一代一代荣耀你的名。政府官员有资源给孩子们学习，增加他们的发挥能力。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阿门。我们要继续的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敬拜，我们来经历神。主啊，用我们的祷告如香，要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没有黑暗势力可以摇动我的信心。愿我的敬拜到你面前，蒙你悦纳，天使天君屈膝，夫妇敬拜在你宝座前，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愿你充满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我们只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在这地。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没有黑暗势力可以摇动我的信心。愿我的敬拜到你面前，蒙你悦纳，
下，献在你面前。是的，天父上帝，愿我们的祷告如香献在你的面前。这时候，我们也要打开心灵的眼睛，来领受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节，撒母耳记下6章1到5节。好，咱用台语来读，来，台笔。各组织以色列人中间特选的3万人，代笔带这的人出发去犹大的巴拉，要对遐将上帝约柜接来。这个柜是予坐伫2个天使记录表中间的上主，万军的统帅，下名称呼的，因将上帝约柜下伫新的车，对山顶阿比那达的厝。载出来，阿比那达2个囝，约瑟甲约西的赶迄台新车，因将车甲上帝约柜对山顶阿比那达的厝载出来，因为约柜的缘故，赐予乌白、以东甲因全家的人，代笔就欢欢喜喜将上帝约柜对后以东的厝。接来代笔城，跟上主约柜人行6步，代笔就献一只牛，甲一只肥的青牲做祭祀。代笔穿有麻布的衣服着，伫上主的面前尽力跳舞。安尼，代笔甲以色列全家出欢喜的声，奔扫角，跟上主的约柜上来耶路撒冷。上主的约柜。入代笔城的时，所罗的查某囝米甲对窗仔看出去，看到代笔王伫上主面前也跳也跳，就看见因跟上主的约柜入去，下伫代笔为着约柜搭布棚内面，代笔伫上主面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代笔献这。就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甲人民祝福。伊各分物件，互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逐个人一块饼、一块肉、一粒葡萄干丸，众人就拢倒去因兜。咱今日要分享的主题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来行事。那我们所读的这2段经文是记载大卫如何的迎回约柜。前面1到5节是一个失败的经验，后面12到19节是一次成功的经验。那大卫的失败跟成功，值得作为我们的借鉴。在撒母耳记下6章1到5节是大卫第一次的迎接约柜。大卫非常看重上帝的事，因为他知道上帝眷顾他，所以为了迎回约柜，大卫特别精挑细选3万的精兵，从犹大境内巴拉城，也就是位于耶路撒冷以西大约15公里，基遍西南大约9公里的基列耶琳，把约柜放在一辆新车上，从山上亚比拿达的家运出来，要运到耶路撒冷。那关于约柜的移动，其实在民数记4章15节有规定，在拔营的时候是哥辖的宗主要等亚伦跟他儿子们把这些圣物跟所有附件盖好之后，才能够用扛的、用抬的。那哥辖宗主的人绝对不可以摸这些圣物，否则就会死。在移动圣物的时候，哥辖宗主要负责这些事。所以约柜应该是要由利未支族哥辖宗族的子孙来扛抬，而不是用车载运。因为这个用车载运不是上帝所规定的，是非利士人在运送偶像的时候的方式。所以大卫在这个环节有非常重大的疏失。他虽然预备了很多赞美的上帝的乐器，但是他没有按照上帝喜悦的方式来做，反而随从外邦的习俗，导致牛失前蹄、乌撒被击杀的悲剧。所以虽然大卫使用的是新车，尽情的唱歌称颂上帝，仍然不得上帝的喜悦，因为他的方式是错的，他的态度是错的。所以我们上帝的儿女在侍奉上帝的事上，必须非常的小心留意。
那今天没有读的是6到11节，拉车的牛差一点绊倒，乌撒伸手扶住约柜，却被上帝击杀。看起来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不是出于好心吗？他不是想要扶住约柜，避免约柜掉下去吗？怎么这样子就死了呢？那其实是因为他们违反规定在先。乌撒扶约柜的动作已经是冒犯上帝，得罪上帝，因为上帝早就警告，触摸圣物就是会死，所以乌撒承担这个罪的后果，印证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大卫这时候很害怕，他就把约柜改运到俄别以东的家里。那我们今天读的后半段12节到19节，记载大卫第2次迎接约柜的事情。这个时候他3个月之后，他听说到上帝因为约柜的缘故赐福给俄别以东一家人，所以他们还是很害怕那个约柜。然后他现在觉得很羡慕那个约柜，所以他决定再度迎回那个约柜。这一次大卫用慎重的态度来处理。大卫对利未各宗族的领袖说：“由于前次你们没跟我们一起去抬约柜，上主我们的上帝惩罚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照规定敬拜他。所以这次他按照规定举行隆重的典礼，把上帝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迎回来。利未人按照上帝借摩西所命令的，用杠把约柜抬在肩膀上。这一次大卫尽其所能的做到最好，没有再出现意外。大卫尽情跳舞，给人民欢喜，和人民一起欢喜迎接约柜，把约柜放在他预先就准备好的帐篷里，然后献祭给人民，为人民祝福。那以弗所书1章11节到12节也告诉我们说，宇宙万物都要按照上帝的计划和决定来完成。上帝根据他原始定下的旨意，按着基督拣选，借着基督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子民。他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些首先把希望寄托于基督的人，都颂赞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些经文提醒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计划跟决定来行事。我们既然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子民，就不可以不留心。我们不论是敬拜上帝、服侍上帝，都应该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念，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我们最近都是在念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10章10节说，耶稣基督遵行上帝的旨意，献上自己的身体，一举而尽全功，使我们圣化归主。所以遵行上帝旨意的耶稣，他不再像旧约那样子以动物的牺牲为祭牲，乃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救赎的祭物。所以诚心实意的敬拜，不在于那些繁文缛节的礼仪和动物的牺牲，不再是旧有的样式，而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稣顺服上帝的旨意，牺牲自己，将生命献上。跟随主耶稣的人也应该这样，将自己献给上帝。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不再以旧的动物的牺牲来使自己得救赎，所以我们就应当以遵行上帝的旨意来委身，以牺牲奉献来服侍，这样子才能同心合一，成就上帝的事工。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充满着挑战，容易受到别人的责难。我们如果留在自己的情绪里，换来负面的结果。但是我们若愿意按着上帝的旨意行事，在神所安排的环境下来调整自己，我们最后一切的挑战都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机会。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肉体跟圣灵相争，信徒不知道要怎样追求，感觉时常的混乱，无法明白上帝的旨意，祷告也得不到答应。这是因为没有活在上帝的旨意，没有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穆安德烈说，基督徒常只有得到福音的第一个讯息，就是他的罪得到赦免，但是我们还要继续遵行第二个讯息，就是旧的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天的思想都能够将旧的老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成为新造的人来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有2个要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思想你曾倚靠上帝，按着上帝的旨意行事而得胜的经验。第2个问题是，当上帝的旨意与自身利益喜好冲突时，我能否效法耶稣，遵行上帝的旨意，来牺牲自己？我们一起起立，来用这个诗歌来回应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在危难的时候，使我们可以信靠；在危难的时候，在每一天的当中，让我们可以寻找得到神。我们一起用心灵还有诚实，我们来敬拜他。危难临到我，信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信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哈利路亚。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全能真神，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是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通过你伫台北的心上所行奇妙的事，互阮看见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明白至神的就是聪明。主，阮看到俄别以东，伊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欢喜约归到伊的厝，上帝你就大大赐福伊。我也看见台北有一个较无的心，较无会当来到上帝你的殿院，较无会当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上帝你也照伊的心愿来祝福伫台北伊的生命的中间。主啊，你搁一摆互阮知影，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你的意念也关过阮的意念。我毋是照家己的所爱，是照你所爱。愿你通过每一讲的话，每一讲你对阮所讲的话语，互阮会当得到提醒，也互阮当信心会当得到坚固。让我们能够以信心来看见那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的实底确据，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所喜悦道路上面。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大家请坐。煞者，咱要来为着全教会来祈祷。大心，咱要为着咱教会伫这礼拜开始的夏令营，特别是为着夏令营这核心来祈祷。60几位的学生，国小的1年级升2年级了，好，升2年级到升国1啊，好，这些有60几位的小朋友，好，其实伫少子化的今天啊，有60几个小学生愿意来到教会，好，1个礼拜，好，是就无简单的代志。好，总是大家的核心，好，也当来到教会，不是人的熬，是上帝的带领。好，在60几个国小小学生，好，在小学的时候就可以来到教会，来唱诗歌，来聚会，来敬拜上帝，然后能够在教会里面出入。好，从第1天，今天是第3天，所以咱为着这核心囡仔来祈祷，好，其实嘛有从不同的地方，好，对鼓山，好，对新北市，好，对龙潭，好，来到咱这个所在，好，所以我们为这些学生来祷告，让他们能够来到迦南教会，领受分享天父的爱，而且呢，买当将这个上帝听带到因的厝内底，咱看到真侪父母，在爸爸妈妈，好，伫咱的这个官方的群组顶悬，讲哇，伊个囡仔回去头一天，伊就这分享他的正面的情绪。第一天回到家中，好，他就会主动的跟爸爸妈妈分享。爸爸妈妈好就感动的讲，哇，他自己教都教不来，怎么来教会第1天回家就有这样子的改变？所以咱嘛一直在透过这的亲人当中，好，当来鼓励这的囡仔。但是咱嘛知影，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因为这个大流行的关系，好，其实即摆 COVID-19 的变种，好，这的囡仔好，相对真侪的阻挡啦。所以咱嘛爱为着这来祈祷，好，这的感冒啦，这的疫情啊，无来阻挡上帝的工。让这些孩子好，他们能够不受到拦阻，能够持续来到教会。好，因为这几天陆陆续续有很多挂病号，或是因为发烧，或是家长担心啊群聚好而不敢来到教会。好，这是头一个咱们来祈祷。第2个，好，下一章为夏令营的服事同工来代祷。好，那目前的夏令营，但是礼拜天的第2场礼拜，好，让我做这个差遣。让隆重有12个好在干部，好，营长、副营长在12个干部，但是呢，他们要带领将近40个好在小队服，加在同工好30几个，所以加起来40几个在当工哈，然后带60几个小朋友，安尼加起来偌多，好100几个啊，100几个好，所以我们有这些的大学生研究所哈，大学生。来带国高中生好来做志工，做小队服。这些小队服呢，好有的从美国，这次不是只有从龙潭来，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好，对 Sacramento 郑牧师的这个孙啊，好伊马来参与做这个队服。好，阿茂的美国读册，好，然后回来台湾。好，所以这些的志工，好，其实他们一开始是来当志工。可是他们很辛苦啊，因困伫教会，困6楼、困7楼的这个地板，好，已经睡了从礼拜天日1、2、3，今天晚上要睡第4天了。
而且呢，早上6点半起床，好7点，好整个地上全部都收干净，然后就开始一天的在操一天的这些的代课，到下午6点休息，晚上8点聚会，好，因今嘛得7楼的主会啊，好聚会到10点，10点完之后呢，才能够洗澡，好11点半，好最晚11点半要睡觉了，好其实个困地板，好哎咱的地板困起来是足温暖还是足冷的？足凉的吼，安尼你个热风兄暗时来困看卖啊，冷气厝的冷气无够，你来困看卖啊。哦，其实冷气嘛真冷，还佫困地板啊，吼，所以其实嘛有几来个安尼小可身体无啥拄好安尼。但是呢，咱要为着因加油啊！你若看到这东港是穿粉红啊色的粉红色的 T 恤哦，就甲因鼓励一下，吼，甲因加油打气。哦，这几天呢，咱有咱遮的东港，吼，兄弟姊妹，吼，送点心啊，下水果啊，送豆花啊，请伊啉可可啊，吼，其实大家巴肚拢比较足饱安尼。但是你来让改，不一定爱个炸家来啊，不一定要再带吃的，但是就是为他们鼓励，好为他们加油打气，好让他们能够在这边，好因为很多都是会外的孩子，好他们只是来当志工，可是他不晓得当志工好这么有意义，好当志工这么有帮助人的成就。好，所以我们也为这些同工来祷告，哈，40几位能够在身心灵的负荷上面都有主兼顾，也在学员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灵命各将长大成熟。求主祝福同工们的付出，有主亲自的报道。好，让我在夏令营的60几位的学生，40几位同工，好，让这位主下来祈祷。请来主兄弟，我们为着哈利亚这的学生、这的亲人、这的同工，为着因来祈祷。因为上帝，你有看顾伊，也带领伊，哦，上帝，你所请这奇妙的事，大家欢喜来到灵教会做上帝的工，也高兴愿意摆上他们的时间，付出他们的心血和辛劳，来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主啊，你也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求你祝福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祝福我们下一代的儿童、孩子们，他们的身心灵更健壮，他们预备好自己，要来进入这个世界，成为上帝所使用贵重的器皿。我们献上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我们还有一项为教会祷告的事项，好，就是咱的教会，好的建筑基金啊，好的咱来处分观音的这个宣教基地之后，好，我们有很大的一笔进账。好，但是在这2-3年的中间，好，咱的建筑基金的开销支出，好啊，除了购买33号的2楼，还有做装潢，好，在49号的1楼，好，然后接下来今年还有把5、6楼好都在做维修，接下来好，咱够有7楼啊，是9楼楼顶。好，这些触电的这些防漏水工程，跟整个49号大楼瓦靠在清洗啊，加起来好就是100万、1000万，好，这样就是这些累积起来，好，所以嘛为着咱教会的这建筑基金，好，咱的使用，求上帝来陪伴，也好咱透过祈祷，好，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迦南教会嘛是上帝所设立的教会，好，伫迦南教会这59年，将近59年来，咱看见上帝是一个不有的上帝，好，上帝嘛感动最兄弟姊妹为着教会来奉献哦，好，所以愿上帝当继续来带领迦南教会，好，伫咱头前，好，即马目前看起来好是拄啊好。但是我们希望好能够更有信心，好，我们不是看钱来做事情，好是看信心，按照信心，好，所以邀请大家们一起为教会的建设、建筑还有整修，好各样硬体的工作都能够尽善尽美，一起同声来祷告。所以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为我们迦南教会的建筑基金以及建筑的设备，求上帝你来使用。主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奉献，也同时也求主来垂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主啊，教会是你的教会，是上帝你的百姓子民所聚集的。主啊，让你的教会身体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也让迦南教会在桃园市中华路能够来高举主的圣名。愿上帝你使我们成为合一的教会，使我们成为一个爱心的教会，也是一个对内祈祷、对外祷告的教会。愿上帝的灵大大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特别为了教会的建筑基金来代祷。上帝，你是教会的头，让我们成为身体，各按其职，按着呼召，在每一个岗位上。求你在奉献上，使我们同心尽力的摆上。主，我们相信这是我们一生的福分。主，我们求你，使我们与你同行。谢谢你引领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教会向前。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刷家咱们为集体来祈祷啊。我们的肢体好，我们有几项成人牧区，要为着第3组的吴登贤好弟兄好，在明天晚上我们要在这里来举行家庭安慰礼拜。好，我们也为慧芬好、为隆恩、为佳音的家庭好来祷告。同时在礼拜6有举行入殓火化告别礼拜。第2组的周明运好，因为子宫颈癌的治疗，医生宣布是末期，还加上明运姐好，她也有感染 COVID-19 好，那已经从急诊室现在到安宁病房好，但是今天好知道说她也被隔离好，因为确诊好，所以目前也没有办法进去到安宁病房来看她好，但是我们有在上个礼拜好有去看到明运姐好，她非常的确信好，这是上帝的安排好，她才自己的祷告就是希望上帝早点把她接去好，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生有时死有时，一切都是上帝会定到啊。第3，咱为着宝儿姐毛城宝儿姐这个大汉好身体礼拜天的下午好，因为脑溢血好住院好，然后也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好，让这个毛光耀兄好，他能够早日脱离险境。第7组的东桂锦姐妹，还有第8组的翁吕红昭姐妹，好，还有尤坤勇弟兄，好，那我们在上礼拜的祷告会的隔天，也都有去探访这几位弟兄姐妹，好，除了红昭姐妹在 ICU 没有办法进去，我们有都去跟他们分享说，坤英兄，好，张基督会大家有底下为你祈祷哦，好，他听了很高兴，好，桂锦姐，大家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好，他很高兴，好，还准备了一包奉献。好，要奉献给迦南教会。好，第8周第5点，好，为着温馨长老的妈妈邱红长老顶礼拜五哈，伫厝内底跋倒，好，然后去撞到额头乌青，好，那么已经在圣保路住了3天哦，好，那在礼拜1好的下午好有出院，好纵使医生有说这个邱红长老好，他这次的跌倒好是因为年纪大好，还是伊的头壳内底有出血。现在他们不敢做判断，好，因为颅内出血了，好，但是看到邱红长老，好，医生、护士、护理长都就甲学了，讲好，他们没有看过年纪这么大，好，然后又听力、眼睛好，然后讲话都这么好的病人好，所以而且他第一个就是心愿就是讲。可以让较早回去看电视安尼好，所以邱红长老好，礼拜1下午就回到家，好，就看到电视安尼好，看这个 NHK 好，所以咱嘛继续为着这个邱红长老好，特别伊即嘛年纪大，伊有时阵看护在旁边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好，有看护24小时好，也是会跌倒了好，所以求上帝看顾。第6点，我们为着第1组的张金燕姐妹好，就是这个秀琴姐带领的这个金燕姐，好，她已经进行了这个左下的粉瘤手术顺利，好，这个中医长老的妈妈阿湾姐，好，也这个右肩膀好的筋好，这个破康好，7月20号被做核磁共振，好，咱这会来出声，为着登贤兄，为着明运姐、宝儿姐、儿子光耀兄、桂锦姐、杨娇这婚姻下邱红长老、金燕姐、好陈满姐，好，个为着这个佳慧妈妈，好来为因继续请咱大家开声来祈祷。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的恩典，为着今天阿贤兄，为着严家姐，为着明运姐，为着宝儿姐，甲关耀兄，甲为着桂姐，甲洪昭姐，婚姻兄求上帝看顾，求上帝来看顾邱红长老，甲看顾金燕姐，甲阿湾姐，个为着佳慧妈妈，求上帝你也来收看顾，带互阮中间身体欠阮的兄弟姊妹，每一个拢当叫上帝你的保守，带也愿上帝你听阮伫这个所在祈祷，无论我是伫现场，还是伫
线顶在线上参加的每位弟兄姐妹的祷告，都求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接着我们要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杜甲有提到的青年牧区的这个事工，那他们在接下来有个培训的迷你青年营，就是与主手牵手，这就是从礼拜一晚上到礼拜四晚上连续从礼拜天晚上到礼拜四晚上连续5个晚上，每晚2个小时的这个青年营。好，那这些的社青非常的用心，好，然后来带领这些的学青，好，那希望也在今天、明天是最后一天，好，能够在这营会当中，让刚才提到这30-40位的志工学生、国高中生，好，他们能够跟教会有很好的连结，也能够留在教会，好，能够持续的在暑假开学之后能够来到教会。第二个青年牧区上个礼拜，对不起，跳掉。上个礼拜的定期会顺利完成，好，也为整个青年牧区的事工、同工、牧养，好，为这个青年牧区，好，区长是这个丽珠跟卢山，好，为他们来代祷。儿童牧区为阿卡佩的夏令营，好，刚才我们的祷告也继续为这个守望，好，第二个为孩子来祷告，第二点，为孩童来祷告，好，那特别是有一个小一的同学邵毅。好，他要回到他的原生家庭啊，好，因为他是在监护人的带领。好，接下来要回到家中，也求上帝的爱跟邵毅，还有邵毅的家人同在，还有5年级的凯哲，好，有 A 流，还有为儿童牧区的童工，好，郑峰老师，好，他因为在下班的，也是上班还是下班？下班的途中，好，去自摔，好，其实不是自摔，他要闪车。所以也变黑青啊卡嘛，即嘛剃腿啊，所以大概要几个礼拜要在家上班呢，好，所以而且还种种的，好，就是这个伟华的先生，好，求上帝看过，佮继续为着护村长老的长老娘金凤姐、金凤老师，好，心脏手术顺利复原，大概要1个月，好，还需要2个礼拜，好，也求上帝看顾保守。好，我们一起为青年牧区、青年营，还有这些的晚会，还有为着儿童牧区夏令营，为着这些学生、好家长还有老师，好他们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做位来祈祷。谢谢。现在主上帝，我感谢你，我当时今日暗时，我做伙聚集伫这个所在，为着我的青年牧区、儿童牧区，为着这的青年，主上帝，你也是阮看顾，也帮助祝福我，就像姊妹伫这个中间，来看见上帝你所要行奇妙的事，主啊，也愿上帝你继续带领教会的青年儿童，主啊，可以伫细汉时就行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可以一生到老都不偏离。主啊，你也把这样子的使命，主啊说要喂养主你的小羊，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喂养主小羊的仆人中心的管家，能够带领每个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咱这时阵好，有没有需要提出来代祷？好，咱在场的，好，你有想到要提出来代祷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有提到要特别代祷。好，如果有的话，好，我们没有的话，好，我们就是看一下旁边弟兄姐妹，好，该点头一下，好，跟他平安，好，跟他握个手。好，所以很高兴今天晚上跟你一起祷告。好，咖喱前后左右人跟他握一个手，好，跟他用功。今天晚上很高兴跟你一起来祷告。阿门。我们要靠着耶稣胜过这世界，阿门吗？阿门。你要不要赢？要赢，对不对？但是要靠着耶稣赢。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我们的新歌，我能胜过这世界，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手，要大声唱，而且要喜乐的唱，让我看到你的表情。定王兄，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全是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我能胜过这世界，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
全是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教诲，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我们再从头来唱，我能胜过，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全是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教诲，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教诲，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再次为主发光，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让永华下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妹，哈利路亚，阿妹，哈利路亚，阿妹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参与在今晚的祷告聚会当中，也能够与圣灵一起来交通。愿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亲自来祷告。也愿圣灵帮助我们更明白阿爸父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呼求阿爸父上帝。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充满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也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和家庭都健壮，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这时候要一起用主祷文，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为做伙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搁一摆用破声将俄罗应邀，所有一切拢归予耶稣基督。哈利路亚，阿妹，哈利路亚，阿妹，哈利路亚，阿妹。感谢主，咱今日暗时的聚会到这，好，咱互相来请安。好，愿上帝祝福大家，也谢谢线上参与的弟兄姐妹一起的参与。好，愿神赐福平安。